土类是啥？鸟禽类，鸟禽类，禽类动物的雄性生殖器，它不是外露的，它是藏在它的泄殖腔里面，交配的时候才会生出来。因为禽类动物的鸟禽类动物的雄性生殖器呢是螺旋状的，螺旋状的。拍种咱讲交配，咱一般若讲动物，咱是讲拍种啦。拍种的时阵呢，它就会生出来。亲像讲啥番鸭讲较早生活经验，我捌掠番鸭番母去互人有饲番公的人去拍种我看番公伊的尾水个歪落来甲番母的尾水搭做伙因若拍种拍煞因番公螺旋形咱讲咖喱形个螺个螺，就是伫讲伊的啥，讲伊的鸟禽动物的生殖器伊会都总吐出来就是生出来完成交配的动作，完成拍种的动作迄个叫做土雷所以这当中不管是土雷还是土水咱回归伫咱迄个台语本身土的意思是生出来，恁甲看是不是拢生出来？所以咱个足清楚。所以发觉讲咱台语的动词用甲有够咱伫讲有够精准贴切你为则看，你就会当看出讲伊是用甲足准的所以这是小概土雷甲土水我甲大家讲土水恁查还个查到文献资料恁去查应该是还个有法度查到土水呢，但是土雷我查足济拢查无但是这较早人定嘛咧讲所以这同款就讲我这若无讲无传落去这个事已经强要灭亡去咱其实免讲遐济啦，其实知影讲迄个啥鸟禽类迄个雄性的迄个器官是螺旋形的人，其实已经足少啊。按怎讲，生活中嘛，咱讲实在嘛，真罕有迄个机会去看会到啊，对无所以讲，这就是讲有诶意思咱即摆来甲大家做一个了解。上无恁听到这，你后边了解讲个实在个真正有安尼。所以咱这个像民间都咧讲所以今仔日这个土雷甲土水恁爱甲分得清楚。